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康之家，我係小康，投資可以好輕鬆，你的資產你掌控。好啦，又嚟到物業活化系列第7集，今次咧係另一個私人銀行融資配置嚟嘅，咁啊帶嚟一個實質例子，就係1200萬嘅物業，本身業主仲爭緊300萬按揭啦。咁首先即時咧我就攞咗啲200萬俾業主，咁啊幫阿仔免費俾咗個首期先。10年之後業主退休啦，仲有多240萬。好啦，咁呢個何媽媽啦，我哋叫，咁咧個樓價1250萬，爭緊300萬，每個月供款咧係24,834嘅，咁啊供款年期就12年啦，咁就利率係3厘嘅。嗱，我哋呢一個個案咧係純粹分析作用嘅啫，就唔係一個投資建議嚟嘅。即係如果大家咁啱有層樓1250萬，又爭300萬按揭，唔好諗住完全跟佢做啊！咁大家咧，首先要去諮詢咧持牌嘅獨立理財顧問或者係投資顧問啦。咁清楚了解晒所有嘢咧，大家先好做決定。咁咧就你嘅資產咧，你掌控啊。咁你就了解承擔風險。好啦，咁首先我哋就會將佢做70%嘅按揭啦。咁啊去到875萬嘅。咁可用嘅資金咧就係575萬啦，因為多咗500幾萬啊嘛。咁個供款都多咗嘅，就35,628，2厘73利息。一樣照舊拉長30年。好啦，我哋又會做呢3樣嘅配置嘅，分別第一個，我哋會留211萬作為現金儲備，增加業主嘅流動性啦。跟住派息基金，我哋係買足575萬嘅，將保單我哋買100萬美金。好啦，咁呢個 case 一樣啦，都會有現金回贈，按揭嘅現金回贈就7萬蚊。好啦，我哋呢一個3倍融資目標年期咧係10年嘅。第一步攞完啲錢之後，我哋就買基金啦，派8厘嘅，咁575萬8厘每個月係派緊38,333，跟住一樣啦，做個融資，咁60%，即係銀行會再借出345萬嘅，咁呢345萬係會有利息成本，成本咧係9,344蚊嘅。係啦，咁P 減2或者 HIBOR 加1啦，咁邊個較低用邊個？咁我收到38000，要減翻成本9300，咁我每個月嘅淨現金流咧就係28,998。跟住呢345萬，我哋唔會齋擺喺度嘅，我哋留211萬，咁再加埋現金回贈7萬蚊，咁就有218萬現金，呢個現金就擺喺戶口備用。咁134萬咧就會去咗做一張100萬美金嘅保單啦。好啦，照舊啦，我哋都係會做融資嘅。134萬自己喺呢個基金再借出嚟嘅錢，另外銀行再俾多615萬。咁保險公司有啲折扣嘅，就31萬。咁加埋咧就係780萬啦。因為有融資，所以咧一樣有融資嘅利息成本支出嘅。咁14,000蚊個利息就 HIBOR 加唔係 HIBOR 加2.1，呢度寫錯咗，係 HIBOR 加0.8咁樣。咁大概係2.9，因為 HIBOR 今日係2.1咁解嘅啫唔係 HIBOR 加2.1，就寫錯咗寫錯咗。好啦，咁呢度咧就做咗3樣嘅配置啦咁我哋一樣啦，就睇現金流嘅情況。咁本身要供24000嘅，咁而家我哋做呢3樣嘢，咁派息基金有個利息派出嚟，減翻個融資成本咧，就有28,990嘅 cash flow 啦。跟住保單融資咧，借咗600幾萬啊嘛，咁有個成本14,000蚊要俾，咁按揭新嘅按揭要俾35000，咁28000減完兩個數，咁就每個月咧，咁仲爭21000要供嘅。好啦，咁但係21000咧，其實已經比佢原有嘅供款24000咧減少咗噶啦，好消息嚟嘅，已經減少咗噶啦，即係佢冇額外供款壓力嘅。咁而呢個現金儲備218萬咧，就我哋即刻攞嚟資助仔仔免費買樓啦免費買樓，即係俾首期啫，俾首期。咁10年之後，基金同埋保單都仲喺度噶嘛，咁我哋就先贖回個基金先。咁我哋就當基金價格冇升跌。咁575萬啦，照舊減完個345萬融資，我仲有230萬剩。保單10年之後根據個 contract 啦，咁就保證加非保證總額就係128萬7。好啦，咁減完個融資615萬，咁仲有672萬剩嘅。好啦，
咁假設就係基金冇升跌保單就做到，咁咧兩個加埋就會有902萬。好啦，呢902萬咁，因為新嘅按揭我哋未還晒噶嘛，新嘅按揭10年之後係會仲有658萬嘅。咁我減完佢，我仲有244萬。咁呢個就係所謂10年之後阿何媽媽退休啦，咁佢都仲有240萬攞嚟做退休金。咁咧，但係其實佢都每個月咧減少咗供款嘅喎，唔好唔記得，佢會由25000零跟住減到21000幾啊嘛，每個月慳咗成3300蚊，10年120個月，講緊慳咗成39.9萬啊，差唔多40萬㗎啦。咁而且佢都提到2年供完嘅喎，因為本身10年啊嘛，而本身12年，而家10年供完啦，咁慳咗成24000乘24嘅話咧，就59萬㗎慳咗，即係變咗按揭嗰度佢都講緊慳咗成99萬。99萬，咁變咗就係佢總共係有3樣嘢得益，一開波有200幾萬俾阿仔做首期買樓啦，跟住另外10年後佢退休啦，又有244萬剩，而喺呢10年期間佢又慳咗99萬嘅供款，係啦，不過照舊要注意點解可以做到一個咁誇張咁好嘅回報咧？因為做咗3倍嘅融資，而融資嘅槓桿倍數越大咧，個風險就越大嘅。咁而涉及咧主要嘅風險就係利率嘅風險，會影響你嘅現金流啦。跟住基金價格係波動嘅，咁啊本金就會有波動啦。咁融資咗個本金波動仲更加大。咁你了解完所有風險，承受到做到嘅嗰個效果就係唔使額外本金，淨係用層樓借出嚟嘅錢啫，就可以創造到即時同埋未來嘅現金收益啦。好啦，咁因為其實唔一定要做8年嘅，因為有啲人佢個即係退休有機會提早退休噶嘛，咁未必係我10年等嗰240萬退休嘅咁樣。咁譬如果8年嘅，咁一樣啦，到時就贖回基金、贖回保單，咁兩樣嘢攞翻嚟就仲有744萬。咁而嗰陣8年之後新嘅按揭咧係爭707萬嘅啫，咁其實都即係夠冚個按揭㗎。咁我都可以照樣清咗個按揭退休咯。咁咧就仲有37萬整啦。咁而其實嗰8年我都慳咗錢噶嘛，慳咗32萬，而縮短咗4年按揭喎。而呢4年咧本身你要供59萬，而家唔使供啦。咁個總收益就係128萬啦呢度。咁而再加一個一開頭218萬嘅免費首期，其實都賺咗成300幾萬。8年嘅效果都唔差嘅咁樣。好啦。仲未完嘅呢個終極物業活化系列，呢個私人銀行級別啊，仲未完，仲有最尾一個例子，下一集講俾大家聽，就係一個1100萬嘅物業，爭緊450萬按揭㗎，仲爭成20年。咁講緊咧，本身個業主咧要供到70歲，退休都未供完。而家呢一個活化方案可以幫佢提早11年完成，即係講緊我每個月供款嘅支出冇變㗎，但係9年。可以完成20年嘅按揭，呢個就係所謂你喺出邊見到好多物業活化廣告講嘅提早完成按揭，或者叫做綠字供樓啦，因為你個年期縮短咗嘛嘅一個效果。好啦，咁唔好錯過下一次內容，咁就記得 subscribe 我哋啦，咁變咗下次內容更新就通知你啦。咁如果你覺得呢條片係可以幫到其他人嘅，咁麻煩就幫我 share 埋出去同埋 like 啦。好啦，咁我哋下期見，拜拜。